清洁队员赛车搞掉，这是发生在中华大村一个姓刘的清洁队员，互人指控讲在回收车恶意弄这个流浪狗，这只叫阿美。这条阿美呢，伤势真严重，险啊就无命。伊的伤势就要看这几天的变化。指控人公布监视器影像，讲这个姓刘的队员呢，算是恶意残害流浪狗。不过当事人解释讲，伊毋是调工弄的，是因为要闪其他冲进前的流浪狗，才会甲搞掉，嘛愿意负责所有的医药费。公所的清洁队是表示讲，会调查依法来处理。一只黑色的和一只白色狗仔伫收容所外口咧遭受虐。这个时阵，一台清洁车回收车直接对头前迄台黑狗驶，正边的前链直接对狗仔的身上淹过。他们也不想流浪了。真的这种情形的话，我们救过很多只，可是有时候真的都无能为力。那这次又是公务人员这种态度的话，这些流浪狗怎么办？爱狗的人士李小姐接到通报，赶到现场，把流浪狗阿美送到丰原的动物病院急救。阿美的身体伤到真吃力，正边后脚断去，伤势严重。然后接下来它伤口可能会有感染败血的风险。目前这2-3天是比较关键的期间呐。甲狗引过事件发生伫3月初1，当时中华大村的清洁队员咧执行掠流浪狗的任务，甲掠到狗仔送去收容所。不过，煞甲收容所外口的流浪狗引过，这位清洁队员讲，毋是挑工的，是为着闪其他的狗仔。看护士镜有一只白狗仔伫后壁，我为着要闪伊。无注意到头前，怎搞到迄只黑狗？不管是毋是挑工的，弄到狗仔，或者是引过行为，拢已经违法。如果有故意或去撞到动物的话，可处15000元以上75000元以下的罚款。我们内部会调查是不是有违法的部分，如果有违法，我们还是依法就办，造成社会的误会，很抱歉。若是调查发现是挑工的，上悬会使罚到75000块。不过，清洁队员到底敢是挑工甲狗仔引过？除了大村乡公所讲会展开调查，所有医疗费用嘛会交予这位调税的清洁队员来承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